30歲或以上嘅香港人應該知道一個已去世嘅電視藝員叫周海媚。傳媒話佢嘅死因係紅斑狼瘡 SLE 簡稱 lupus， 呢個係一種自體免疫嘅病，即係自身嘅免疫系統攻擊自己嘅器官，特別係腎同埋心臟，最後器官衰竭。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Hawking 佢嘅漸凍症簡稱 ALS， 亦係一種自體免疫病。其他常見嘅自體免疫病包括牛皮癬、類風濕關節炎、甲狀腺亢奮、眼乾症。點解免疫系統會攻擊自身？因為服食太多所謂提升免疫力嘅健康食品，包括靈芝、雲芝、蟲草、肌松茸、冇茸、破壁包子。另外一個原因係焦慮，呢個涉及胸骨後面嘅胸腺 thymus。每一次骨髓製造一批淋巴細胞，呢啲新丁都要去胸腺，胸腺能偵測及消滅攻擊自身嘅淋巴細胞。免疫學稱為 clonal deletion。可是，若一個人太過焦慮、太認真，以致腎上腺分泌太多糖皮質醇 glucocorticoid， 呢一物質會令胸腺細胞凋萎，從而無法消滅攻擊自身嘅免疫細胞。拆解方法係提升免疫系統嘅調節淋巴細胞，去製造酵素 IDO（Indoleman dioxygenase） 鹽毒胺二氧酶，平息自體免疫。